笑容很甜美，说话声音咚后堂。她是配音员王敏英。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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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记得第一首拍嘅演员呢。嗨，赛祖哎，我来了，我在外面等你哦。好，等阿姨嗨。好。基佬懂得卡通天数配音，马给角色基督会，连日本卡通《樱桃小丸子》的客语版，每堂也都几个上。比如讲，他嘛大概上就会较温柔，佢大摆都喊讲马路口，马路口，佢都会亚种较温柔嘅上。唔过迄讲温州是嘅山田，大概上就会唱视频片嘅呢。啊，面包啊，好笑哦！突然呢，不过大摆溜嘅时间都讲，他嘛先来好诶，嘅山田表情后部里面大摆全部呢，摸咸咸全部上都会磨腾诶。声音有的时候要夸张，有的时候又要带一点神经质，按神七用版做给喏。王敏英表示，只要多练习，其实并不难，因为配音演会用上来做戏。配音演你要可能配上人做出来嘅戏，你要去做出大家上人嘅表情。跟你有做唔得有也着肢体嘅动作，故说人家上人嘅表现就会比佢本来做嘅可能多20%、30%、40%，甚至还较多。观众朋友才会感受到，哦，也伫个叫，比如讲叫，有的人就，唔过迄讲，佢迄真人像公主安尼叫，当然做得。唔过迄讲佢迄种嗰种神奇嘅角色，唔像，你就要用亚种方式。配音没有镜头拍摄，但他的嘴巴一样要张得很开，也要跟着卡通一起做戏。脸部的表情也没少，用上来做某腔用的角色，王敏英乐在其中。今天教的单字大家都有学会了吗？明珠在这边带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哦。第一个就是声音，嗓，嗓。第二个就是演戏，走戏，走戏。第三个比较难一点点哦，配音员会用声音来演戏，配音员会用嗓来走戏，配音员会用嗓来走戏。这样都有学会了吗？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